好，那我们的华语语吧现在开始，我们一起起立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拍手，一起拍手赞美他。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就住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在一起我们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上帝喜悦我们拍手赞美他，我们用歌声敬拜他。主，你是蛮有能力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就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是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主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再一次，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主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们在一起，我宣告，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输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接下来敬拜，我们感谢神，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呼召我们在每个人有他的使命，让我们在你预备道路之中，我们一起唱这首。主温柔的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满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神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
爱的真理。我们再从头唱一次。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 唱出我们的信心，我们跟随上帝的应许，我们在神你的宝座里，我们大声的呼喊呼唱。我们在你宝座里，我们大声说，我们愿意。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歌唱，我们不但赞美，我们在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让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一起静下我们的心，平静我们的心。我们将我们全心全人交托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来到你桌前，胜利加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主天父，你重新给我们生命。 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 我们一起说，我们愿意，主，我们愿意，愿意。我们从头再一起唱。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在你我这
手中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计划。我们知道神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主你的安排高过人的安排，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主啊，当你要我们前进，我们就前进；你要我们等待，我们就等待。我们全然交托给你，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真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的交给你，在你中间，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我们一起说，主，我们愿意，愿意。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你是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的神。主，前面的道路是由你指引，我们相信所有你指引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在后头。主，我们不轻易抱怨，我们不放弃。我们全心全然相信神你的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脚步，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我们的讲道，都有神你满满的恩典在这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 ，Amen。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那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大家有周报吗？那我们首先公祷事项的话，我们特别为4位运程的若愚、以轩、婉柔、子瑜来做祷告。然后教会消息，今天感谢纪元安纪牧师带来的信息，愿主赐福保守纪牧师及牧师长的服事。凡事兴盛，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在第二点，8月19到24号，牧师安排休年假。第3点，下主日为文字事工奉献主日，请为文字事工的需要来做关心跟代祷。再来，第4点，礼拜部定于9月28举行结婚周年感恩礼拜。结婚35年以上，包含35年的夫妻都可以报名，请于本月底到1楼的柜台登记报名，以利制作周年纪念证书。再来第5点，我们教会的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预定在9月28来颁发。那奖学金发放的办法，我们在1楼的公布栏可以去参阅，申请到9月21日截止。第6点，10月19为本堂1年1度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由建成乐团及见证分享者来担纲，敬请把握机会。第7点，台北中会的教社部定于10月25日举办年度的净滩活动。地点在永安渔港的沙滩，那报名费用是每人300元。要参加的，请一样在8月底前至1楼的柜台登记及缴费。
最后，为了防范诈骗集团借用我们教会的账户来收款，导致教会的账户被冻结，请转账或是汇款至教会账户来做奉献的弟兄姐妹，务必在转或汇款后通知干事或会计，并注明奉献的用途及对象，来让我们的会计归账。下面团契消息，8月24号礼拜六上午的，就是已经过了吗？哦不，还没。8月24号礼拜六上午9点45，情色团契聚会，内容是佑书哥的越南游记分享。然后再来9月13礼拜六下午3点是妇女团契的聚会。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然后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今天再次呼召我们回到你面前。主啊，在一周的生活里，我们面对许多压力、挑战与迷惘，但你的恩典没有离开，你总透过话语来提醒我们。你呼召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凭着对你的信靠与顺服。就像亚伯兰愿意离开熟悉的一切，跟随你带领；像门徒听见呼召，放下渔网，跟随耶稣。主啊，我们也愿意在今天来再次向你回应，不仅献上金钱，也把生命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使更多人听见你的福音，经历你的爱。我们在最后也要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1到9节，比较长，我来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建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先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记载在马太福音第4章18到22节。一样，我来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2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2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圣经读到这边，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上帝的呼召来对应世人的回应。我们把时间交给介仁安牧师。
大家平安，感谢主哈！我上一次到这一次来的时候，我感觉人数增加很多啊，感谢主，真的。下次再来的时候满座，我们教会满座，好不好？阿门。好，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就去什么领人来归主。虽然说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感谢主。前面这个空空的哈，下次我们就把它坐满，因为哈，我们到音乐厅要坐前面的话，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大概前面的一般的一张票要2000块，如果我要买500的或是300的，都是要坐到最后面，还好呢。那个台北盛纪园区啊，在那个南港捷运站对面，那个最后面的400块的、300块的，音效很好呢，在那边听。没有比前面的更人嘛哈，那国家音乐厅要2000多人呐，那个演奏厅也是大概300多嘛哈，300多人，360左右，所以空间小，当然它音效就比较容易设计哈，越大就越不容易设计。感谢主，很高兴哈，今天早上一来。看见弟兄姊妹大家满面笑容，我刚才在唱歌，刚才的诗歌真的很棒嘞，就是我们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了。我看领唱的，他们都充满了喜乐，因为我要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个是好的事情啊。今天我男朋友约我出去，当然，我们是很高兴嘛。女朋友当然是很高兴的事嘛，哈。今天朋友要请吃饭，哇，感谢主，对不对？我们都很高兴。上帝呼召我们，哇，真的更高兴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主你的恩典。今天是你所分别的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呼召我们，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因信就称为义。感谢你，因主你将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你，越来越依靠上帝的力量，跟随主耶稣，快跑跟随你，荣耀主的名。因为我们敬拜成为馨香的祭，蒙主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就借着亚伯拉罕，亚伯兰啊，但后来上帝把它改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兰这个故事我们来学习信仰的功课每天我们有很多的选择，食衣住行。早上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你晚上要吃什么？要到哪里吃？今天我要穿什么衣服？我今天要来教会主理那个教会的讲道，我当然我不能穿休闲服，我不能穿球鞋，我就要穿皮鞋，我要穿西装，对不对？当然，华语礼拜的，我有一次到那个火把教会，有人约我到火把教会做礼拜，那时候还在那个北车的4楼，
啊，现在他们已经移走了。那我进去，哎，我在问说，哎，那牧师是哪一位哈？说啊，就是他啊。我说哦，牧师哦，他穿的一个卡其裤，没有烫。哦，所以我了解说，有时候不一定说要穿这样了哈。不过我们长老会的习惯就是这样。好，今天我如果说，哎，野外礼拜，当然我要穿休闲一点的，我就来穿一个牛仔裤啊，什么哈，然后我也不要打领带了嘛，要自由一点嘛哈，因为我们因为整个野外就是上帝的圣殿嘛，那个仪式，仪式，因为仪式它本身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就好像亚伯兰他造一个祭坛，象征要对上帝的献祭，对上帝的敬拜嘛，对。所以象征的话，就是跟记号不一样嘛。那红绿灯是红蓝绿，红蓝绿，这是一个记号。那象征呢？象征是不一样啊。就像我们的国旗，它属于象征性，代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历史、我们每一个我们的那个民主的意识，我们的意识的形态，就参与在这个小小的一个画面里面这个是一个象征。所以圣餐是记号还是象征？圣餐都是也是一个记号没错，但是它也是象征。象征这个基督的肉，喝葡萄汁，象征基督的血，为我们的舍的这个十字架也是一个象征，十字架这个中间这个是什么？祭坛也是象征象征主耶稣躺在这个祭坛上，我们圣餐的时候就放在上面嘛。那么吃耶稣的肉，还有喝耶稣的血，有份于他的生命嘛，这个也是象征啊。这个是讲坛嘛，代表上帝的话语。所以有些教会他说阿门啊，阿尔法跟阿门啊，就是说起初的跟末后的嘛，好，今天我们就是这个选择就是有些选择是没有，不是我们的选择不是出于我们的计划，是上帝的呼召，就像亚伯兰，他平常对上帝也是非常的敬仰，不过上帝就选上了他。上帝就选了，你要离开，我教他怎么做那个玛利亚，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淑女。那主耶稣要降世为人嘛，要成为羔羊，赎罪的羔羊，最后要被杀，献在祭坛上，然后他死了复活，第三天复活。胜过魔鬼，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宣告他罪得赦免，得到力量。那玛丽就选来选去选上了玛利亚。玛利亚说：“我还没结婚呢，我只是订婚而已。我要怀孕生子，把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跟天使说：“愿照你的话，上帝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不简单呢。他没有说我考虑一下，我问我爸爸妈妈一下，我问我先生一下，我问我未婚夫一下，没有，他马上回答。所以亚伯兰他也是马上回答。还有呢，耶稣呼召门徒，跟彼得、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等等。他们在打鱼来跟从我，一句话，
他们就立刻舍了王，舍了船，舍了父亲，就跟随他了。其实你看宣教师，100多年、150年前宣教师啊，他们学问、社会地位、家庭都很好啊。上帝呼召他来离开你的故乡，到中国，到台湾，到世界各地。哇，到台湾那时候真的还是很落后，而且百姓的思想很迷信啊，对不对？啊，他就来了。哎，人家你看到说，哇，这个红毛獾，这獾啊，其实他是有学问的，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医生呢。我们就把它看作獾啊，红毛獾哈，对不对？有的那个大便那个尿都泼上去，没办法，就让他泼了。为主就忍受，但是为了要把福音传出去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又借着亚伯兰他的呼召的故事哈，来学习信仰的功课了哈。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说，上帝呼召的命令。上帝呼召了，上帝呼召的很简洁哦。上帝指示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还有这个所有的一切。”所以离开他熟悉的，其实，所以亚伯兰他是极大的考验的。他从乌尔哈，就是今天的科威特，在波斯湾附近，他上面一路上来到沿幼发拉底河，一路到哈兰。哎，他在哈兰也住了一阵子啊。他财产也有，他牛羊嘛，哦，牛羊，还有他的仆人，哦，还有他的牛羊一些，他财产很多，所以这个地方他的社会地位应该有，但是呢，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一个上帝的呼召哦，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啊，考验亚伯兰的信心了哈。要从熟悉的地方出来，走向未知的将来。你看150多年前那个宣教师啊，他做到这样，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对，马偕博士，他先到台南，他也不知道他本来要去中国，后来到台南，哎，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但是南部的宣教师就跟他说，这边已经有了，我带你去北部，叫做从淡水就登陆，从淡水登陆。所以亚伯兰也是一样啊，不知道要去哪里啊，他只是这样子不知道目的。上帝的呼召是有挑战性的但是呢，上帝的呼召后面是跟随着应许，很大的挑战，但是后面跟随应许。上帝不止呼召，他应许很多丰富的应许哦。他说：“亚伯兰，我要给你多子多孙了，要成为大国呢，使你的名为大，万国万民因你得福。”哇，这个挑战真的很大，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兰跟撒拉一对夫妻他牛羊都很多。仆人、女婢都很多，上帝说你出来，我要多子多孙了。亚伯兰年轻的时候，上帝呼召说，上帝的吩咐亚伯兰就是说，亚伯兰他怎么顺服上帝，就他叫他离开，他就离开了。
照着上帝的吩咐，照上帝的吩咐啊。第二点哦，亚伯兰他几岁？75岁，对不对？啊，撒来都几岁？65岁。他们年轻结婚，但是呢，撒来是不孕症，她不会怀孕。结婚这么久都不会怀孕，但是呢，到了到了他65岁，竟然上帝跟他说：“我要让你多子多孙，成为大国。你一对夫妻要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哦。哦，你的子孙要剩下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哦，真的是太多了。但是呢，虽然这样，亚伯拉罕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他要给我多子多孙，要成为大国，他仍然相信。哦，不用理性，这个理性思考没办法，理性行不通，他就顺服。第三呢，亚伯兰他从乌尔从乌尔就到了哈兰，对不对？哈兰他住了一阵子，财产一切人脉都非常家庭也不错，只是没有儿子。他的爸爸塔拉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亚伯兰的爸爸过世以后，他就再往前。在迁移，要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为什么说他是全家迁移？他不是去旅行啊，他是游牧民族，但是呢，他是全家迁移，因为他带他的所有的牛羊、所有的财产，还有他的仆人跟女仆，继续迁移。这个是什么？是旅行还是全家迁移？是全家迁移，要搬家嘛？我女婿跟女儿12年前，公司叫他说，你去上海为公司设立一个公司，设厂在中国，他们是设在香港。然后他说：“你出去2年，我派你去2年。”结果12年，今年第12年，他终于回家了，回到台湾。他要去上海的时候，28箱的这个他的行李。用一个砧板，没有货柜，砧板这样绑起来 ，OK 了。他回来，这个65箱啊，表示说他不再去了，要回来，对不对？这个时候不要再去了。上次每一次回来就是2个皮箱这样，这表示说他还要回去。现在不是哇，太多了。整个行李，所以回来就开始租房子，他开始租房子，因为要这些65箱来的时候就要把它就位嘛，他现在还在就位当中，太多了，搬家不容易所以亚伯兰他也是搬家，所有的他的财物都带走了，这。对亚伯兰真的是很大的考验了，去哪里还不知道。好，第4呢，亚伯兰终于到那个迦南，他走到世界他从上面那个上面这样下来，一直走到经过超过那个耶路撒冷，再下来到世界。世界那个地方，哇，他受到很大的考验，因为他自己发现说：“哇，
这个地方哦，什么都不认识，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一个异乡人，哦，而且呢，那个地方哦，偶像崇拜非常的兴盛，哦，那个神棍非常多，哦，但是呢，而且哦，那个地方的人非常邪恶，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以前这些偶像崇拜哈，他们真的有些是非常堕落，他们有一些仪式啊，或有些观念是非常的堕落，啊，但是呢，亚伯兰仍然相信上帝的应许，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亚伯兰他的后裔。哎，在第5点，亚伯兰有这么多的试炼，这么多的困境，但是啊，上帝在事件呢，及时的向亚伯兰显现，跟他说：“我要把这块土地赐给你的后裔。”哎，这明明是住了，有人在那边居住，而且偶像崇拜那么兴盛，而且这地方呢非常的邪恶，非常凶。哎，上帝，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亚伯兰，他确信，哇，上帝跟我讲，他仍然相信说上帝的应许。后来整个一直发展哈，亚伯兰到埃及哈那个地方有一个故事。后来呢，饥荒，整个民族就跑到埃及地了哈。这个在前面就是说，当亚伯兰他75岁，撒拉亚伯兰就是85岁，撒拉75岁。撒拉跟亚伯兰说：“上帝说要给你多子多孙呢，现在已经10年了呢，都不会怀孕呢。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建议啊，我的女婢啊，夏甲。”给你做小姨子，你认为怎么样？亚伯兰说：“好啊。”所以呢，亚伯兰76岁的时候，撒来86岁，撒来76岁，以撒就那个以实玛利就出生了，以实玛利。后来上帝说：“这个不能承接你的后裔，跟夏甲把他赶出去嘛。但是呢，上帝说，只有你生的才能承接你的，说以撒。所以亚伯兰生以撒的时候，这个以实玛利已经14岁，14岁很大了像我们的国中生一样很大了，而且他身体很壮，就形容说他好像野鹿一样很壮。但撒来他得了以撒的时候，他看不顺眼，他就决定要把这个以实玛利跟他的妈妈这个夏甲把他赶出去。亚伯兰那时候亚伯兰已经改名嘛，变成亚伯拉罕，他也很伤脑筋了。他问上帝：“那怎么办呢？这2个都是我儿子啊，怎么办？”上帝跟他说：“你就顺服，听我嘴，你听你太太的话。我现在也都听我太太的话，要到哪里去我都，太太你决定就好。”我很清楚，我不必伤脑筋呢。
所以男生多听太太的话，好不好？真的，要不然他也是听莎拉的话。合唱团女生最多，圣歌队女生最多，教会敬拜女生最多，男生很少，大部分不是说我们教会大部分。所以只要我们顺服太太，她说要去哪里，她说今天到建荣教会礼拜，你就来。这个自然，我们上帝都祝福我们，我们的人数也会增加了感谢主了所以亚伯兰他这个上帝向他显现，对不对？来第6，亚伯兰就随即建造祭坛来敬拜上帝，回应上帝的对他的这个显现，跟他确认说这块土地要赐给你们。所以亚伯兰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都建祭坛，就是敬拜上帝嘛，显义。他表示说他需要依靠上帝，他相信上帝的话。所以无论他到哪里去，亚伯兰从迦南的北部就把它绕到南部，他整个都绕尽了。然后他确信，虽然这块土地目前有人居住，不是我的，但我相信上帝要赐给我们。其实你看，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400年，然后要出迦南，要去迦南地，对不对？走到旷野40年，然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哇，里面有人居住并不是没有他还是很大的挑战就相信，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今天的以色列他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以前在亚述、巴比伦、波斯，就把他欺负，就把他们抓后，哇，到处去，然后罗马就赶散，他整个国家就消灭了。犹太人分散世界各地，要把他赶尽杀绝，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有人保护帮他们逃走了，不然更多嘛，然后后来2次大战结束，美国、英国说，要让以色列建国，就回巴勒斯坦，结果就回那个迦南地嘛，结果那个地方有人居住但后来就让出一块地，哇，这些回教国家联合起来把它攻击嘛，来打，一直打打到最近哈马斯还立了一个宪章，说要把犹太人，我们组织是哈马斯就半夜的5000枚的这个飞弹就拖过来就抓了很多的人，到现在还没结束不过他们还是非常坚强，他们的国家不然是信仰上帝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话？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来跟从我。”门徒随即就放下他们的网，蛇网，还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了那今天上帝也对我们发出呼召上帝也许不是叫我们说，哇，你要到远远的地方去。有些牧师就受派到中国去传福音了，也许上帝不是派我们到国外，也许不是叫你放弃职业了，像我的叔叔，他本来是
是国小老师，啊，大家很敬重他，都请他补习，啊，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上帝呼召他，他就放弃他的职业。他的父亲、他的老师、他的校长都没办法接受，怎么会这样呢？你这么好，你还要离开？没办法，上帝的呼召，他就投靠神学院，一生就为主传福音。好，所以呢，今天上帝、耶稣要对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我们有钓鱼的，对不对？钓鱼要去哪里？要去湖边，对不对？要去海边，要捕鱼要去海边嘛，才能够捕的很多嘛。那得人如得，好，要与人亲近嘛，好，所以要去哪里得人？其实你的家人有的还没信主了。你的朋友还没信主了，好，感谢主！我看我们青年朋友带许多的朋友来，对不对？哎，感谢愿上主帮助你们，好，带来这边，上帝就是呼召你。上帝已经为建成教会预备收割的禾场，因为我们大概有每次我们的福音篮球联盟大概有20几位嘛，有没有20几位，对不对？的年轻人，我们的朋友来跟我们的年轻人一起打球联谊嘛，这是一个机会啊。一个礼拜大概我们有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大概有6个社区活动。应该有138人次，他们来接近我们。以前团会要出去外面了，现在团会就来教会就好了，因为他们自己来找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只要顺从主，去与他们亲近，婚礼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给我们。今天我们大概有30几位，上帝让我们加增，倍增，变成60、70位，再来上百，所以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呢，不是靠我们，就要让我们得人如得鱼。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罪得赦免，让我们成为上主的儿女，因信被称为义。感谢你，主啊，我们家里还有朋友，我们的教会也有设计的活动。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还没认识你，他们就近我们，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去引导他们，去告诉你们，来就近耶稣，心智不断的成熟，成为主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放下自己，来到你桌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颠覆你重拾不同心的生命，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真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在你
你同在，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夕死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每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你的话语是我生命。我们一起说：我愿意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稍。到这边结束，大家互相请安。